中年的油出問題，國民黨昨在咧凱道集會抗議，講現場有20萬人參加。總統府表示講，希望這活動結束了後，有去參加的縣市首長就要趕緊回去做代志，甲中央做伙來檢討，做伙來改善食安的機制。針對低價油的代誌，國民黨705辦凱道集會護食安，現場講有20萬人參加。府院發聲明講，希望活動結束了後，參加的縣市首長趕緊回去做事，甲中央做陣合作，做伙檢討完善食安機制。發動活動的台北市長蔣萬安話也講正當。我不能接受總統府昨天在活動結束之後的回應，說什麼要縣市首長及公職人員回到崗位上面，這種家父長式的說法。各縣市政府昨天站上凱道，捍衛人民的食安，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。反觀賴清德總統至今沒有召開一場國安會議，違背了他當時自己的主張，這難道不是荒廢國政嗎？從整個食安風暴發生到現在，有太多不清不楚的事情，有太多荒腔走板的決策，對於民眾食的安全造成了嚴重負面的衝擊。這一件事情，賴清德、卓榮泰責無旁貸。前一天，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徛喺哩凱道宣講，對一面對低價油代誌發表看法，希望賴總統面對並且解決食安問題。立法院全力推動食安法修法。民進黨團也一再表達願意把食安法列為最優先的法案。那朝野其實可以立即審查、立即修法。不需要等到上街才開始喊修法。民進黨團講，行政院已經將食安法修法草案送去立法院，而且調下攏願意列做上優先的法案，歡迎再來制定修法，強調人民期待是國家安全的食品管理制度，不是國家做政治表現。記者綜合報道。